来食饭啊啦！明仔来食饭啊啦！哦，啊是要叫你几摆啦？你即摆是咧创啥？像准你这么祈祷式，不当不塞。你又知道我在乌狼乌塞，以前搁在里面念书，你都没意见啊？啊，这件代志唔做啊，点样？有诶有诶无诶。好啦，来食饭啊啦！阿爸无甲你报名这啦，等你趁少年吼，迄考试还佫会。爸爸较早咧市政府上班，还未到60岁就退休。转一下因啊，就互你结个课，食好穿好，连你要出国嘛拢互你去。明仔载吼，你就不会去，我就知道我以后要干什么。啊，无你即摆是要创啥？你讲啊！哦，啊，摕到这是啥物件？你即摆当作你少年哦，拢免草某生囝。就这样了。爸啊，我一世人打拼工作，拢是为了家庭的温饱。啊，毋过我即摆已经老啊，无法度搁趁钱，互囡仔用啊。啊，伊拢毋知影为了家己将来打算。求主，你会使互伊有智慧。我毋知要哪搁讲伊啊。主啊，求你赐福予我，啊，赐福予我的囡仔。嘿，你怎么那么固执呢？固执？我哪有固执？哎呦，是谁啊？是我，跟我祷告那么久，难道你不认识我吗？哎，你还是那么固执啊！你一直祷告说要把孩子交给我，但你从来都不交给我。我没有，不是这样的。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？我现在正在用我的方式来完成我的计划，但你却只在乎你的想法，你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完成你的计划。你的心为什么这么刚硬啊？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也是怕他没得吃，无法生活，最后流浪街头啊。学习放手，还有相信我，天上飞鸟不种也不收，我都养活它了，何况是你爱的儿子，也是我所爱的儿子啊！相信我。在啦。我走了。现在等一下，有啊，啊，即摆出门伫外口，无人要甲你照顾，啊，家己要照顾家己，哦，食好饱，穿好收，爱去，每工移动，好，哦，你知无？好，谢谢。哇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啊，你赶回灵去哦，较紧去咯，啊。
放走。主啊，我将名号交托给你啊，愿主看顾伊。